帶你實測雲景上底到羅湖口岸嘅通勤時間，揾一個樣板間開始計時出發，一直到羅湖口岸。個人實測喺項目過嚟羅湖口岸呢，只需要15分鐘嘅時間，非常之方便快捷啊！如果你喺蓮塘或者文錦渡口岸過嚟，或者過去蓮塘、文錦渡口岸嘅話，無論打車亦或是係搭地鐵，都係半個鐘左右，可以講係非常之方便啊！除此之外呢，雲景上底呢附近仲有好多條地鐵線路俾到我哋㗎，例如1號線啦、2號線、3號線同埋9號線啦。無論係去寶安機場、蛇口碼頭，又或者係去龍崗啊，都係非常之便捷噶。同埋咧，遲啲開通嘅5號線西延線咧，令你出行會更加嘅方便。而講到高鐵嘅話咧，到羅湖站就15分鐘。其實羅湖咧就係深圳站嚟嘅，福田站搭地鐵半個鐘就到啦，跟住再搭14分鐘高鐵就到西九龍啦。咁如果話係想遊覽祖國嘅大好河山，去深圳北就啱啦，大概40分鐘就到。單日車次係去到710列嘅，幾乎包含全國所有主要城市嘅線路啊。想行街呢，咁就更加方便啦，5分鐘就可以去到萬象城 shopping 啦。而東門呢，都只不過係10分鐘左右，茂業奧特萊斯呢，都係10分鐘到，而京基百立、KK 摩就稍為遠少少，差唔多20分鐘咁啦。仲有可以講係全國最大嘅黃金珠寶中心水貝啦，打車幾分鐘就到。咁講到行街呢，肯定離唔開我哋最中意嘅山姆啦，打車最快23分鐘就到。而開市客 Costco 嘅話呢，打車就係去到33分鐘啦，係咪好方便呢？咁如果屋企有學生哥需要返學，15分鐘就有南湖小學，20分鐘呢就可以返到羅湖高級學校嘅初中部啦，全部都係超30年教資底蘊噶。而健康醫療方面呢，大家都無需擔心，三甲醫院羅湖人民醫院15分鐘，深圳遠東婦兒科醫院呢20分鐘，想放鬆休閒都有啊。自駕嘅話，半個鐘內梧桐山風景區、仙湖植物園、深圳水庫、東湖公園，或者再遠少少都可以去到深圳灣公園啦。可以講衣食住行雲景上底全方位都幫你考慮晒，只有真正核心嘅位置先可以擁有咁多種選擇俾到我哋。同樣30分鐘到中環，北區樓價18萬一方，呢度嘅單價2萬起，俾着你，你會點揀呢？